金华城的备案嘛已经进入到收尾的阶段，检察官已经开始在写起诉书了，内容大约是300页，超过10万字，可能会用4大罪名甲郭文泰起诉，上当会当求处无期徒刑。主席不把这个上议员升了吗？ 头毛白皮上车进前，单头甲媒体影一个，民众党主席郭文泰10月号互提醒的时，丰收压超过100公，人看起来无元气、稀累累。外界评估检方正式起诉，进入到上尾阶段。工程顺利。 郭文泰申请检方以道理金华城升压警戒，说来调查出更较侪钱的流向。听讲检方开始伫咧写起诉书，预计超过10万字，可能用4大罪名起诉郭文泰，包括违背职务、收人红包钱、侵占政治现金、公益款，加上道理和背信，估计小刑钱超过8000万，相当红判无期徒刑。唤醒国人的政治觉醒，改变台湾的政治文化。 就看另外个野了，台湾民众党创党初期无啥有钱，郭文泰就来发出囤电计划，按时间点嘛真拄好。2020年2月头一摆含审庆金免费，飞经员工捐210万的政治现金。5月众成公司成立，董事长由固定集团当做孙正强担任，按创党元老朱惠荣嘛摆咧董事名单。不知道哈。 一切都就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被拿去，就是不知道啊。针对周刊报道，立委黄国昌嘛讲，欧北讲提出这种污蔑指控的人，说清楚讲明白，众成公司是柯文哲或是台湾民众党成立的证据是什么？北京嘛讲，侦查个案无方便回应。若今仔日，佮约谈民众党副秘书长柯虎和立院党团主任陈志涵等等重要干部，会厘清党内财务管理，侦办卡部继续大化侦进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